風台離咱當近，台南以北東半部有的所在是靠11級的強陣風，恆春半島甚至是有到14級。氣象署是警告講，今下晝到尾暗暝，風台是離咱上近的時陣，風會上強。待到明仔載暗時，這風台離遠去了後，這雨勢才會轉好，請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內湖路樹後強風吹斷倒地人行道，風台把灰走到接近台灣，目前彰化以北南投甲東半部地區攏在陸上警戒範圍。氣象署預估下晡到尾晚風台會上接近台灣，也是落雨上厲害時陣，北部甲中南部人要特別注意在延時強降雨。台中以北的山區是超大豪雨，另外北部地區新竹以北，還有宜蘭的山區、南投的山區，以及剛剛提到的雲林山區以及嘉義的山區是大豪雨。那可能出現驚人雨勢，風台帶來強陣風，趕快來注意，尤其是可能在都會市區產生結構效應，加強破壞力。氣象署表示，台南以北東半部出現比較高級強陣風，台南到新竹、宜蘭花蓮南投山區有接近11級陣風，恆春半島甚至出現14級的陣風。受到颱風與地形的影響這個區域的風力特別的明顯，已經接近14級左右的強陣風，甚至出現14級的陣風哦。所以剛剛在10點多的時候，氣象署也針對恆春半島以及蘭嶼地區發布強風告警。今天關一直到華東沿海地區愛設置6公尺以上的巨型，氣象署已經針對相關地區發布巨型警告，其他沿海區域要注意3公尺以上的長型，提醒民眾避免去海邊活動。台東沿海一直出現長型，雖然台東縣市台灣本島維持無宣布放風台假的關係，今日直到南市停班停課。館長廖慶良面冊和網友灌電，官府趕緊出面說明。是依據昨天中央氣象署以及我們縣府專業團隊所提供的風雨資料所做出來的一個專業判斷。中央山脈它作為一個護國神山，也是有效的阻擋了風雨對台東的影響，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宣布正常的上班上課。台東縣府強調，繼續開設自己應變中心，隨時因應風雨變化。今日早起9點，包含嘉義市屏關，因為強風特報，有20縣市開設1級應變中心。同款發生強風特報的金門縣是開設3級應變中心。各地繼續備戰，包圍風台可能帶來災情。記者綜合報道。